歡迎嚟到太醫館，我係吳凱勤醫師。根據糖尿聯會資料，全港約有70幾萬人糖尿病患者。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進一步發現，每6位患者中就有1位出現腎功能急劇下降，極易引致腎病綜合症。早期識別與規範治療，對延緩病情、保護腎功能至關重要。吳醫師啊，係你之前咧話腎病初期就會發覺到明顯嘅症狀，咁病人通常幾時會感覺到唔舒服啊？咁係咪會好後期先會發現㗎？其實唔係㗎，由第2期開始，身體已經發出唔同嘅警號，只係有啲人冇為意。腎病綜合症分5期，等我逐期咁話你知啦。即係第1期咩感覺都冇？係呀，我哋之前講咗，腎病第1期基本上係冇症狀嘅，好多時都係做身體檢查、驗尿或者驗血先至發現到有問題。去到第2期，症狀就開始出現啦。首先係疲倦啦，個人會變得好攰，但係又唔眼瞓。一般唔會影響你夜晚瞓覺嘅質量。哦，即係個人好精神，但係又唔想瞓覺，都好常見喎。我成日都係咁啦。冇錯啦，咁所以唔會用一個症狀去到診斷呢個病嘅。跟住就係水腫啦，大多數人都會有。喺腎病嘅水腫有個好特別嘅名稱叫做凹陷性水腫。你可以喺小腿前面或者喺個腳踭對上少少去到撳佢落去3秒，然之後放手。咁特別？點為之凹陷性啊？就係你撳完個皮膚凹咗落去，冇即刻彈翻起，凹得好深，彈翻起越慢就反映個問題越嚴重㗎啦。咁即係咪腎虛啊？咁呢個情況嚟講呢，喺中醫呢就同腎虛、腎氣不足有關啦。腎氣虛，唔夠氣去推動啲水，搞到水停咗喺個腳度。咁病人通常會同時發覺佢哋嘅腰腳係酸軟嘅，對腳特別重，但唔會好痛。氣都虛，咁啲人係咪開始出現夜尿啊？冇錯啦，你都好醒喎。正常健康嘅人係可以一大覺瞓天光嘅。但係喺呢個階段，腎功能開始衰退嘅人呢，佢腎氣不足，要定時定候起身去廁所。咁唔係瞓覺前飲水都會想去廁所咩？咁正常人瞓覺前飲太多水都會好大機會想去夜尿嘅。咁但係好特別嘅係腎病綜合症嘅病人呢，佢去夜尿同埋瞓覺前飲幾多水呢，冇直接嘅關係嘅。佢哋可以喺夜晚9點鐘飲最後一啖水，12點去瞓覺，但係2點呢就起身去廁所啦。就算唔飲水，佢哋都會定時定候急尿起身去夜尿，然之後就會口乾啦，想飲水，然之後隔幾個鐘又會急尿，計起上嚟一晚去3次咁樣。咁唔飲水都會有夜尿咁特別？咁係咪真係好多尿要屙啊？腎病綜合症第2期嗰時，夜尿嘅尿量一般嚟講呢都會維持喺正常或者增多嘅狀態，大概每次200至350 ml 啦。哦，我知啦，腎氣不足，夜尿多。我睇啲養生書咧就話用補腎固精縮尿嗰啲叫咩話？金英子、覆盆子、桑飄燒。你都識得幾多嘢喎？係金英子、覆盆子、桑飄燒，呢啲係常用嘅補腎固精縮尿嘅中藥嚟㗎。用呢啲嘅話就賴嘢㗎啦。腎病綜合症患者咧，夜尿增多係因為身體發現廢物淤積，所以咧要半夜加班工作，將啲廢物排出體外。佢係調節身體平衡嘅正常反應嚟㗎。喺呢個時候，單純用補腎氣、收夜尿嘅藥咧，係會出現反效果㗎。身體嘅毒素排唔出體外啦，反而會增加咗個病情。哦，咁即係腎虛啦，但係又唔補得腎。係啦，呢個就係中醫結合現代醫學去到理解腎病綜合症呢個病嘅微妙之處。佢係有腎虛嘅表現，但係單用補腎嘅收夜尿嘅藥咧，係唔係一個明智之舉嚟㗎？吓？咁㗎，好彩我問咗你啫。如果唔係咧，就越搞越差，都唔知點算啦。中醫真係深奧啊！咁但係呢個階段已經有蛋白尿㗎。腎病綜合症第2期嘅患者咧，蛋白尿多數都會出現喺朝早起身後嘅第一督尿，夜尿唔一定會出現蛋白尿㗎。咁屙蛋白尿會唔會痛㗎？一般冇其他唔舒服，如果有就要注意係咪其他問題啦。例如男性嘅小便嗰時要等待啦，咁就要考慮係咪前列腺嘅問題。如果小便突然中斷，然後再排出斷斷續續咧，就要考慮係咪結石嘅問題。小便如果有赤痛啊，要考慮係咪前陰發炎等等啦。咁小便顏色有冇影響㗎？
小便嘅顏色唔一定有明顯改變，一般同原本一樣係淡黃色嘅。咁即係第二期最大嘅特點係水腫同埋有夜尿啦。咁但係我聽人講腎病綜合症嘅人係會有皮膚變黑啦，同埋生瘡啦。咁點解嘅？咁就要講第三期嘅症狀啦。隨住腎功能減弱啦，身體嘅廢物堆積到一定嘅數量呢，皮膚下面嘅微細血管係會容易阻塞嘅。咁阻塞嘅時候就會引起炎症啦。通常可以見到一嚿嚿嘅皮下紅斑啦，會乾同埋痕，尤其係夜晚更加痕，但係唔會熱又唔會痛，拗咗會有痕啦，但係患者一般未至於會痕到要拗到佢皮穿肉爛嘅。一般中醫就會講呢個係血熱生風。咁第三期仲有啲咩特別啊？喺呢個時候咧，疲倦感會加重啦，唔止精神攰，連個人嘅體魄啊、耐力啊都會開始下降，冇咁好氣。咁睡眠嘅質素會差咗，比較難入睡，或者去完夜尿要好耐先瞓得返，搞到總睡眠時間係少咗。有時一晚只可以瞓到3至4個鐘，日頭可能會頭暈啦、昏昏沉沉咁嘅感覺。聽到呢啲症狀好似捱咗幾晚夜咁，覺得啲病人好辛苦啊。係啊，胃口會開始轉差啦，唔識肚餓啦，有陣時仲會覺得反胃想嘔啊。水腫會出現，特點同之前差唔多，凹陷性水腫嘅程度會加重，對腳冇力嘅感覺會更加明顯。咁小便呢？夜尿次數可能再多少少，但係日頭嘅小便量反而會開始減少，就算飲咗水都冇咁急尿。喺呢個時期呢，基本上次小便都會有蛋白尿，啲泡泡因為食得多蛋白質或者濃味嘅嘢而明顯增多。係啦，聽到都驚啊！病情加重嘅話，會唔會更加辛苦啊？第4期嘅疲勞好矛盾，個人會冇晒力，但係個精神反而有啲亢奮，會好眼瞓啦，坐喺度都瞓得着，但係一正式攤上床呢，就會好難瞓得着，甚至冇晒睡意，成日都會處於一個淺睡嘅狀態。點解會咁奇怪嘅？中醫有個幾有趣嘅解釋，就係人瞓低嗰時咧，血係應該流向肝嘅，肝咧主管呢個情緒放鬆，但係腎病咧令到好多嘅營養流失啦，血量唔足夠嘅時候，瞓低咧血翻唔到肝咧，就會發生肝血不足嘅情況，情緒就安定唔到，所以難以入睡啦。哦，即係個身體冇資源去執行呢個瞓覺嘅命令。講得好啱，反胃咧會更加明顯，經常作嘔啦、打思噎啦、肚餓但係唔想食嘢，大便嘅次數同埋數量咧都會少咗，開始會覺得胸悶啊、呼吸唔暢順啊，喐下都可能會覺得氣喘。我之前見過一啲叔伯啦，就話患有腎病喎。咁我記得佢講兩句嘢咧就扯氣㗎啦。咁我仲以為佢唔係腎病而係哮喘添。諗翻起咧，佢係有全身水腫啦，同埋生晒瘡㗎。咁你見到嘅其實係一個比較後期嘅腎病患者，去到第4期呢個階段呢，水腫可能會變成全身性，而皮膚方面呢，除咗第3期講嘅紅斑之外呢，亦會多咗紫癜，即係皮下出血，一笪笪紫色，偶然會痕，但係唔會痛。全身嘅皮膚會開始變得暗沉啦，有色素沉澱，呢個時候呢，就會體現到中醫所講嘅腎主黑啦。咁小便咪會變差咯？係㗎，小便相隔嘅時間會更加長，可能4至5個鐘以上先至有一次，但係屙嘅量唔多，大概100 ml 度。因為過濾系統做唔到嘢，腎小球過濾唔到水，小便變得十分混濁，蛋白尿好勁，而且好似倒可樂咁多泡，亦比較容易係有尿道炎啊之類嘅前陰嘅炎症。到最後第5期，所有嘅症狀都會加劇。疲勞方面咧係處於一個極度精神不振，但係入睡困難就非常嚴重啦，可以成晚都瞓唔到覺，日頭集中唔到精神㗎。唉，我都試過成晚瞓唔到覺咧，第二日真係想死。但係第4期嘅患者咧，佢哋幾乎每晚都會係咁，佢哋仲會全日都會覺得反胃啦，食得好少嘢，大便幾日先至會有一次，而且好乾好硬。胸悶會變成心慌，而且一喐咧就氣喘，甚至會有短暫性嘅心口翳痛。水腫可以嚴重到出現腹水嘅。我見啲人仲會出現骨痛嘅問題。係第5期嘅患者好多時候都會覺得骨頭酸啦、軟同埋痛，坐起身嗰時個痛感特別明顯，瞓低會好啲。呢種痛唔算好犀利，但係活動乏力就好嚴重啦。
皮膚會生瘡啦，一笪笪好密集咁樣生，特徵係有黑色嘅邊，中間會有白色嘅硬點或紅色嘅損口。撳落去咧唔會褪色嘅，會痕同埋會有少少痛。中醫話呢個階段已經係血毒嘅狀態啊。咁小便係咪又繼續減少啊？冇錯啦，小便次數可以減少到咧10幾個鐘頭都冇尿，而且咧屙得好少，少過100 ml。嚴重嘅話，甚至乎全日都冇尿㗎。喺呢個階段咧，貧血會好明顯，啲唇嘅唇色好淡，唇邊咧會圍住黑氣，指甲變得暗淡無光。哇，聽落都好得人驚啊！係啊，所以你話護住個腎係幾咁重要呢？咁醫師啊，咁我哋係咪望住啲症狀去判斷腎病係幾期啊？呢啲症狀咧可以幫我哋粗粗地去到估計腎病綜合症患者發展到去第幾期嘅。不過醫學上咧就有個比較刻板嘅指標就係 EGFR 啦。EGFR 咁又係咩嚟㗎？問得好，下就話你知啦。